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咱今仔日要来讲英国的，讲英国社会哦，发生的代志啊。对对对，其实咱足久无讨论这个新闻啊，嘿嘿嘿嘿，感觉嘿对。对。我先来讲，就是咱差不多11月底的时阵，咱英国的交通部长辞职落台。伊辞职落台的原因呢，就是伫2014年的时阵，伊就报警讲伊互抢。伊互警察的迄个清单碰见的清单内底，就有写着伊公司的手机啊。后来呢，因为这手机无去了后，伊的公司就互伊一台较好的手机啊。结果呢，落尾伊的公司发现讲，即个碰见的手机有发出信号，所以伊的公司就报警。报警了后，迄警察就去查嘛。查的时阵就发现讲这个手机就伫因兜。所以伊就互指控虚假的证书进行诈欺，所以呢，伊伫地方法院出庭的时阵，就来认罪。毋过我直接感觉最奇怪的是讲吼，为什么这10当前的代志的正是正常提出来讲？因为伊伫认罪了后6个月，伊就选调，伊就以上关票选调 Sheffield 的国会议员，就开始担任一寡重要职务，做过无共款的 Shadow Minister、Shadow 的交通部长，才是变正式的交通部长。我咧找即个资料时阵，就感觉讲，其实伊是有一个足有能力的人，嘛足够为弱势咧发声，所以就是你看即个新闻，就是讲对即个新闻有一个怀疑啊，是讲即件代志，即个新闻是真正出歹讲，到底是安那，咱嘛毋知影。所以就是讲，咱政府部门的人。因为以早可能无说伊犯的错误，就需要落台负责任嘛。我咧看这个新闻的时阵吼，我有2个想法。第一个是，大家敢会记得有一个英国的戏剧叫做《Black Mirror》。有。头一集是毋是有一个？敢是首相？我袂记啦。伊迄就是伊最后就是咧讲，就是有一个查甫的对即个一只猪仔做一个好。就迄毋通讲的代志。对。即因是安那会写即个剧情入面呢？因为进前的保守党的一个首相，伊就有互人讲伊少年的时阵，捌对猪做过即件代志。其实保守党的首相呢，也是讲因的即个官员呢，因毋是头一个，因为你知影保守党因就诚侪人，就是为去读迄个私立学校嘛，煞来就是去 Cambridge 嘛，Oxbridge。因吼，因为因遐拢是迄个，就是有钱人的厝咧，就是厝里拢有遮有钱的啦，所以进前嘛有人报道讲，其中一个官员啊，伊少年时阵大学的时阵，出去外口，就是因拢会去啉酒嘛。行过一个 pub， 迄个 pub 头前有一个就是即个街友，伫问因讲恁敢有蓝山的，当互伊一寡蓝山的，安尼互伊过生活安尼。迄个人呢，就为伊的落地仔内底摕出一张50磅的迄个钱。迄当阵是纸的嘛。伊就伫伊面头前摕赖达，甲迄张50磅的钱烧去，讲无啊。无就是讲，因会规阵人带去 pub， 啉酒啉的，啉了后，就甲迄个 pub 规个装潢啥物货，椅仔桌仔全部用歹去。了后呢，才留一寡钱伫迄个bar的面顶，讲遮互你摕去修理安尼。对，就是进前即个保守党因的一寡 rumor 啦，就是我毋知，因为对，即个介绍，我感觉足侪英国人拢知影即件代志，毋过我毋知是
有人去证实过啊是无？啊，嗯嗯，另外一个我想到就是因为我有去看 BBC 的报道，因来嘿，讲即个交通部长伊少年时阵发生的即个代志，嗯嗯嗯，因咧描述听起来较像的是伊叫是伊的手机仔去互抢去，嘿，啊，毋过结果是伊无早出门，囥伫咧拖仔内底，好好好啊，好好，伊开机了后，才互即个公司发现，啊，好好公司才好好，报警。嗯嗯嗯，啊，伊的讲法呢，即个交通部长前交通部长，伊家己的讲法是讲，伊当时迄个伊的律师就建议讲，你着直接认罪，嘿，就算讲是伊当时一时出差错吼，哼哼，啊嘛无为遮趁着啥物物件，对，伊的律师嘛是讲，你着是认罪就好啊，哦。嗯嗯嗯，当时的即个裁判官嘛，判伊有条件的当庭释放，嘿嘿，吼，就是迄当时上加的即个判刑，嘿嘿，嘿，啊，个着佫有像着一件代志，就是就是就是讲，警察竟然有咧办即款即个物件互偷甲互抢的案，因为自从即个保守党因咧大检即个警察的预算了后，足侪即对，款的案拢是直接互你一组号码，嘿嘿，互你去领保险尔。哦吼吼啊吼，毋过是讲你若是有即款会当追踪的物件，像有手机啊，还是讲你的 嗯哼，iPad 吼，嗯哼，你互偷的人是会当家己去追踪，有追踪着才甲警察讲安尼。嗯哼哼哼哼，所以，我一开始看着即个新闻时阵，是有感觉讲，哎哟，因为你看迄个因迄大票嘛，因听起来对，拢感觉哦，对对对政府官员犯即个诈欺罪安对，尼，我也感觉讲，我真正无法度信任即个人。嘿嘿嘿，啊，毋过看到即个 BBC 的报道了后，佫感觉讲，哎哟，其实这是毋是有可能是一个误会，啊，就是嗯，一时糊涂，嗯哼就真哼哼，歹讲，系对。啊，一开始我嘛是安尼甲你想的共款，啊，因为就是爱找即个新闻嘛，啊，就爱嗯。去 Google 即个人伊做过啥物代志，啊，毋过就是一 Wiki 了，你会感觉即真正足像一个误会，你敢知？嗯，就是伊对啊，做过的一寡代志，包括讲替绿色的发声，啊，佫有就是有的囡仔可能互家己的爸爸妈妈侮辱嘛，啊，互侮辱嗯嗯嗯了，遮个爸母佫有即个囡仔的权利，嗯嗯就是嗯有因的车辆权是啥物嗯嗯嗯即类的物件，嘿，啊，所以伊就去争取讲，遮个囡仔互侮辱过了，着交互社工去处理，啊，去互因有一寡心理的辅导。嗯嗯，所以就是替遮个受害者争取遮物件，啊，你搁来看即个新闻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到底是安那？对啊，所以对我感觉就是歹讲，啊，对啊，毋过伊家己嘛是伊家己就落台啊嘛，啊，嗯，我感觉这嘛是一个好诶决定啊，因对啊，为对啊，伊讲伊无想要伫即个工党想要做一寡大改革诶时阵，互嗯嗯，伊干扰着，互伊即个新闻去干扰着，所以伊就决定讲要辞职落台。我嗯嘛感觉嗯嗯，讲，这嘛是一个好诶决定对啦。啊对啊。嗯我感觉若有能力诶人，不管去倒，拢会做出足济好诶代志啊。嗯嗯，啊，咱讲着交通部长，我就想要讲一下火车。啊，住伫咱英国诶人，应该做习惯火车，毋是互取消，就是5点。嗯啊，我伫10月底时阵，就是带囡仔去冷顿耍，啊，我真正互火车诶改变惊着，毋是讲毋是讲5点，是因为遮是5点15分钟以上，你会当去申请赔偿金。哦，你讲若满分哈，对对，超过满分对，15分钟，对对对，啊，伊满分15分钟到半点钟一个计数，啊，半点钟到1点钟这佫无共诶计数，啊，你若申请哦，了，差不多着1礼拜着收着啊，毋是像较早讲你若慢点，还是有啥物代志，拢是爱家己吞落诶。嗯嗯嗯所以就感觉英国火车真正有开始进步。啊，咱伫第5季英国大选了后，有讲着讲英国诶铁路要收转来做国有诶即件代志。啊，因为嗯哼，工党政府就是有即个下即个决心嘛，伊就伫政府诶网站顶悬嘛有写讲，哦，有3间伫
明年的秋天就会收转来做国有的啊。所以嗯我感觉哦，真正是政府是有下决心去做即件。啊，你敢知嗯，安尼佫有剩偌济间爱收转来做国有的？毋知诶，偌济间。佫有25间。哦，It's a long process。啊，因为英国的铁路私有化是1993年保守党政府主导，啊是当时的首相 John Major 推动的。啊，迄个嗯1993年通过即个铁路法，即个法案是甲国有的英国铁路的资产拆做无共的部门。嗯嘿，啊，落来才去卖互私人的公司。所以讲，伫这30年后，广东的政府要甲收转来做国有，我感觉诚厉害，而且已经3间渐渐要收转来了。所以嗯嗯系啊，爱甲支持者，嗯，这无简单呢。对啊，加油啦吼！系啊，对对，啊后壁咧，我来讲一个较严重的新闻啊。毋过即个新闻有较小可奇妙，就是有一工我看阮也毋知咧讨论啥物啦，就讲到讲即个毒品诶，伊诶味就歹消毒诶，嘿嘿，就算讲你去骹去小可擸着，你迄骹印迄镜片吼警犬伊去嘿，鼻着嘛会当甲你吹出来。啊，嗯哼，煞伊就讲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人甲伊诶毒品做用做即个雕像，啊，就是迄哦，款放伫花园内底迄种一个动物还是啥物花迄款雕像嗯哼，伊就藏伫其他花园诶用品内底做来进口。嗯哼，啊，当时我就讲啊，迄若我就会去甲即个毒品甲藏伫一寡足臭诶物件内底嘿，入来，像迄哦，榴莲啊，好好好吼，好好好好，嘿，啊，结果迄天永暗就看着即个新闻啊，我就想讲，哎，我诶想法你互抄去啊，哪安尼？就是讲着讲，即个2当前，警察去掠着一个大型诶即个毒品走私诶即嘿，个匪徒集团。啊，根据即个估计，因差不多有即个价值几十亿英镑诶即个毒品，嘿嘿，包括即个可卡因啊，嗯哼，啊，叫即个海洛因含嗯哼，大麻。嗯嗯嗯，啊，即个集团内底呢，有英国人嘛，有荷兰人，十嘿，几个人，对嘿，因拢是安那，因着甲毒品咧藏伫咧水果，含一寡气味较重诶菜内底，像迄姜啦、嗯哼，葱啊，还是蒜头啦，嘿嘿，啊后为即个荷兰呢运入来英国，嗯，啊煞来呢，因为你需要足大量诶即个对，菜嘛，所以呢，就是定定就是入来几落卡车诶即个洋葱啊，嗯哼，因也无真正咧卖，无法度食嘛，嗯，无食遐济，所以呢，倒搁规卡车，搁再运出去，嗯哼，是无就是等伫涂骹无去管。嘿嘿嘿，嘛因为这量足大诶，所以呢，这海关足歹查的，嘿嘿，所以伊就足简单的入来啊。吼，因嘿，会用即寡即个，因为因拢是进口即个菜嘛，所嘿，以呢，就要用一寡当地的即个果菜公司嘿嘿，来做即个空头的口罩来嘿，做果菜买卖。嗯哼，才会公司呢，所以就互人含即个毒品的交易就是牵做伙啊。哦，好好好好好，即个破案呢是安那伊是新闻呢，因为毒品伫英国也毋是啥物了不起的物对，件，对，是。我定定咧看韩国新闻，啥物人去食一个大麻，就互这规个社会安尼放散安尼，就爱离开眼界界。我想讲我感觉大那，麻呢？Are you 我感觉sure？咱是有一个观念偏差咧。对啦，当然就是毒品是对，无好的物对对件，对。对对对，毋过就是讲嘛，改成两边会当小可平衡一下哦，吼，嘿，对对对对嘿，对。对，啊，即个破案呢是因为这是即个即个新闻啥遮大，就是因为即个破案是即个英国警察的历史上呢掠过上大的集团。嗯哼，所以呢，因嘛开即个历史上上长的时间去审理。顶个月呢，拄好伫即个万社的
高等法院完成审判，煞来记者才摕到这个资料通报道。这个国家打击犯罪局，国家打击犯罪局的这个刑警队呢，公布因这个追查的过程，其中一段就介好笑，就是这个集团去互掠的最后2个关键的时间，就是头一个，就是2个小弟呢，因去这个阿姆斯特丹送货，因送啥想讲，哎哟。小可忝，这个 afternoon 下晡茶时间对毋对？吼，想讲这个就来啉一杯好啊。完全对这咖喱红茶呢是无知无觉，呢车顶哦，佫有差不多100万磅价值的这个毒品哦，2个人个车拼咧，走去啉酒后壁咧，后壁这个队这个刑警呢，佫听到因遐大诶，就敲电话来骂讲，恁2个是咧伫遐无灰，若即台货车去互偷去，还是要互警察撞着吼 ，There will be fucking murders， 会出人命开始有叫当然啦，这涨着100万磅诶呢，对，伊是要摕啥物来铁啊？对啊，伊讲诶嘛无毋对，因为因其中一个真正诶人客叫做 John Kindela， 兼 Sofer 另外一个角头 Paul Massey， 前几年咧落互暗杀兼这万社这个角头吼，这新闻即几档拢有整理，因为这有一寡是迄90年代、80年代进前就开始比如讲摩赛兼龙赛会相战，佫有收复兼倒位佫相战吼，这种足乱的所以就是讲万社呢较早嘛是即个角头，即马嘛是有啦，可能就较地下，因为有一寡角头呢，甚至是兼即个哈许恩达，咱进前有一集咧讲即个万社音乐中间的即个哈许恩达，这足重要的中间是有关联的。主要是兼因的关门有关联，角头哩抢角头无吼，所以呢，这2个小弟呢，就啉的，走转去，就走可能去塞车，煞来就互掠去吼，过来，我这有一个就好笑，因为因若毋是因为送毒品互掠，嘛是会因为因啉酒塞车互掠呢，double offense 呢。有够强诶！到底是怎用啊？一点仔拢无精总。请一寡有读册来好无？为什么请这无精总诶？系啊，我真笑死。对啊，会继续。这故事甲咱讲啥呢？就是你若要请人吼，你会开一寡。你若是你的产值遮大你会挺好请一寡开较侪钱的，请一寡较顶尖的来，好无？较顶尖的，较袂瘾酒的。对。好，过来第2个 moment 呢，就是1个月了后，有一个荷兰的货车司机，伊咧送货时阵，伊咧甲因送货时，这货车司机是因另外请subcontract， 伊完全毋知影即个毒品的问题。你甲因送货的时阵，会感觉奇怪，后壁足吵，伊就报警，警察就伫后壁发现8公斤的 cocaine。我的天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倒饼，这个货车司机嘛伤顶真真正伤顶真对啊，笑死！我感觉用水果来红抗气味这个代志，真正是无分国家。因为伫12月初的时阵，台湾嘛有一个差不多价值11大麻案件，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阵，云林警察局因就是接到真主讲，有人伫找地要种大麻。就是警察表示讲，因就是对这个嫌疑犯足久因就真正是咧做残人，安尼逐工伫遐烧草肥。
警察为着要找证据，佮撩起呢，撩起，佮碰着毒蛇，哦，真正甲伊加薪水拜托，就总对，算总算互因找着，讲伫台南南西较偏僻诶山区，伫遐种大麻。因好好好，要种大麻呢，外口先种香蕉。哦哦，佮有咧注重即个 screening 的部分，对，爱炸起来。依靠，就是外口先种一位香蕉，因为香蕉嘛生啊诚悬嘛，内底才是呵呵呵，大麻，上悬的差不多有2公尺才悬，好好好，差不多有70个篮球场才大。逐个若无哇概念的话，就是甲高雄的展览贸易中心差不多大。哇，无就是台南的南纺甲新天地加起来才大。哦，警察讲互遮个嫌犯嘛，足认真啦，因为因为着要互大麻生较紧诶嘛，因着毋若按时伫肥，嗯，佮挂迄个一笔生长诶灯，呵互因生呵呵，较紧诶，佮做啥物生长记录，佮有佮有无共诶种族诶知识诶卡片。有读应册呢，该咧找遮诶人吧，这顶真着。对啊，我真要笑哦。死！哦，哦，尼即个台南的蓝色的即个产值呢，有即个大麻的即个农场了后，伊的产值差不多含迄个台新光三越蓝时店差不多价啊。差不多。哦，共款就是哦，蓝丝有无？真的真好笑。我感觉大麻这其实是做会当摕来讨论是毋是会当拄罪化，嗯，对无？对，因为最近有人咧讲即个会当讲是毋是会当开放即个药用的哦，药，对。做药啊用的即个大麻，对啊对嘿。啊，因为就是大麻会当减轻即个猪某症甲帕金森因诶镜头。嗯，对，嘿嘿嘿，对啊，我感觉其实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degree，我之前有读过毒理嘿嘿，toxicology，嘿，对，其实伫毒理内底呢，药啊含毒品呢，其实是真接近，而且种物件伊是有毒还是无毒，嗯，即件代志呢，是爱看伊的剂量，嘿，嗯嗯嗯看你食偌济。毋毒品上大的问题是伊无法度通管，嗯，嘿，佫有伊会调，好即个好好好，代志是上危险诶。嗯，所以其实诚济咱即摆来看诶即款 A class 诶毒品吼，伫嗯，诚济拢是伫医疗面顶有咧用诶。嗯哼，最近有一个李明甲我分享讲伊咧英国生囝诶时阵啊，嘿嘿，因为伊想要伫水中生囝，伊可能会听即集啊，因为伊伫水中生囝，伊无法度注迄袂龙骨诶嘿，无法有度，嘿，嘿，嘿，所以呢，毋过伊讲伊就听甲无法度，所以即个护士呢，就互伊海洛因，互伊嗯，煮，伊煮嘿，就怎规个人呛去，囡仔是有杀出来吧？有啦，最后上场，嗯，真好笑啊！对，嗯，所以讲到即个毒品哦，就爱讲到即个伫英国啦，爱讲到嘿，即个毒品内底诶改造，就是嗯，传统印象内底拢感觉毒品是阮无钱、无希望诶人咧用的，毋过伫英国毋是安尼，伊是吼无共诶社会阶层用诶药啊无共，嗯，传统印象当中呢，中产阶层用 cocaine 啊，即寡嗯哼，较贵诶药啊。嘿，劳工阶层用一寡较俗诶，比如讲，最近可能十当吧，有一款新诶足俗诶药啊，就是做甲足歹叫 Spice，嗯，啊，你看迄路年有一寡迄个解药吼，嘿，有诶，就想要因用落了因就想要死去共款诶，规个人倒哦，伫涂骹袂顶袂当，嘿。就是因为用迄 Spice，因为伊迄 Spice 伊迄就俗，毋过伊做甲足粗诶，所以因有诶人会怎用怎死去。哦，所以就是
都安全的问题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这个 Manchester University 哦，曼城大学的这个博士甲我分享讲，因咧办公室内底遐博士的学生哦，拜六礼拜咧开 party 拢用 cocaine，啊个笑讲用大麻，迄是囡仔咧用的，系就是因咧中山街长拢做迄个，迄叫啥光明正大，就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嘿嘿嘿，理直嘿嘿，气壮，嘿，嗯哼，咧用遮的毒品。嘿，啊，我感觉另外一个是讲，毒品对这个英国社会这个危害，毋是定伫咧健康内底，伊其实嘛嗯，会造成这个好野较善加这个距离。哼哼哼，中山街站伊咧用这药啊呢，伊较袂互掠，啊，逐个对因用药啊这个这个吞忍的这个程度嘛较悬，嘿，吼、嘿，遐个角头因咧手地盘的时阵，主要嘛是造成遐经济较差的所在的治安，互因遐的治安更愈歹。啊，煞来佫有一个是毒品入去学校的问题，像阮翁因国小诶班内底都有负责咧卖药仔的同学。嘿嘿，啊有当时我看迄地方新闻嘛，看着一寡青少年的毒品相关的新闻，像为着抢毒品，摕刀仔甲朋友相杀，啊无嗯哼，就是毋是因遮囡仔拢就流行迄 sleep over 嘛，对对对，就是去同学因兜过一暝，哼哼，啊会走去两个囡仔匿伫咧房间内底，啊家长叫是因困啊，结果因是咧食药啊，嘿，啊囡仔毋知嘛，无小心一个 overdose 就走啊，就去嗯，啊，系嗯，啊。啊，毋过这个毒品的专题吼，差不多会当另外开一集过来讨嗯，论。吼，这是一个足大真诶，的社会问题，嘿。嘿嘿嘿，而且伫英国佫有透咱即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即个问题，实在是有够复杂的复杂。唉，嗯嗯，好，啊，好，最后一个是最近英国发生跟台湾相关的即个新闻啊，就是嗯，即个2758法案吼，英对，国伫咧12月底国会下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地位的决议案，嘿嘿，伊的内容呢，就指出讲即个2758决议无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嗯，嘛无提到讲到台湾伫联合国的地位。嗯，而且呢，咱袂当来去曲解甲排除台湾参与任何联合国体系甲国际组织的权利。嗯嗯，啊，即个2758即个法案呢，我感觉伊本来是即个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啊，啊，嗯哼，本来是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伫咧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嗯哼，啊，毋过这足长诶，啊，逐个可能因为英国毋是头一个提出来对，诶，即个欧洲诶国家，所以咱就无讨论这个伊内底诶内容是啥物货。嗯哼，啊，毋过重点就是讲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无主权即对，件代志。对，对，嗯，啊，像咱这你会感觉讲，这咱大家拢知嘛，到底有啥物重要？其嗯，实这重要是咱先放一边仔，先来讲者，就是其实我有甲因诶伫下议院内底讨论有落长，我有甲看了啊，嗯哼。真正是废话就这。因着上爱讲废话啊。大概起来都讲，I think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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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raising this issue，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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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都写什么某人，然后提出这个什么议案，然后我真正就欢喜的，会当伫遮讨论，啊，还有一个起来讲，I love Taiwan，先来讲。提出即、个提出即个法案的人是一个共党的即个议员，嗯，伊本身是即个苏格兰的人，嗯哼，啊，伊呢共时间伊嘛是即个有参与即个支持 UGUS 嗯，的 charity 即个嗯嗯嗯，慈善组织，哎嘿，嘿，所以伊嘛我讲啥哦，伊提出来了后呢，这规个长讨论，基本上逐个拢同意，无论是啥物政党的议员，拢是同意即件代志。嗯嗯，有一寡较趣味的讲，除了有一个人可能讲，
出来就讲 I love Taiwan 我介意伊的文化介意伊的食物以外呢嘛有人讲到半导体嘛有足侪人会讲到即个航运shipping 就是搁有讲讲到说因为台湾伫即个第一岛链所以呢若是台湾互入侵会互即个英国的即个物价增加有足明显的增加伊是安尼讲过来呢是民主人权价值这一直拢互提着所有人拢讲到即两 keyword 呢刷来是中国威胁中国独裁中国压迫嘛这三四个字嘛是一直出现就是我感觉足趣味因为英国毋是一个足爱甲代志讲足明的人毋过因伫即段讨论内底拢有摕到这个意思安尼所以我感觉这英国讲这件代志莫讲英国好啊就是即马开始遮侪国家咧提出这件代志对咱来讲有啥物影响呢我感觉第一个是加上咱最近这拍棒球嘛对世界冠军大家都一直讲咱是 Team Taiwan 这件代志所以我感觉后一步咱会当做的第一个是咱要先正名咱毋通搁摕即个中华民国这神主牌莫搁 Chinese Taipei 上好是连 ROC 拢莫咱就是台湾第二个是因为联合国这个决议呢伊一个部分是讲台湾等于讲台湾应该会当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国际组织咱有这个团力所以呢咱应该开始来争取入去联合国我知影讲这应该是足侪人已经拍拼足久足侪先辈一直拢咧逐冬5月这欧洲拢会有人去参加迄个 WHO WHO 讲要伫外口抗议讲要互台湾会当加入 WHO 其实台湾WHO 这件代志嘛有伫因即个下议院的即个讨论出现过伊嘛讲因为今年 COVID 的即个例证明讲无互台湾入去 WHO 其实是真大的错误因为互这全世界呢煞了就有2冬的时间怎袂顶袂当大家拢咧 lockdown 对实际上呢这个正名含这个争取入去联合国也是讲这个国际组织实际上要安做其实我嘛毋是足有概念这个时阵毋过我感觉上无咱大家会当打电话互你地区的立委互因知影讲你做这件代志是有票的我会支持开始咱伫立法院当中会出现这个声音对好讲煞大家加油我感觉我想要发表者因为拄仔讲到这个棒球比赛嘛我感觉因为大家一年想讲证明还是讲建国还是讲争取入去联合国头前的人拢已经做遮久未成功是毋是未成功咱是毋是我感觉这个棒球比赛互咱一个足大的这个启示就是赢了大家拢有咧讨论讲是安那即届选手也无啥物特别的是安那会当得冠军迄个当阵呢这个教练就是讲因迄当阵选这个球员的时阵有一个头一个 criteria 就是爱有决心对第二个是无受伤第三个是啥我袂记记啦反正我感觉上重要就是爱有决心而且呢大家去拍的时阵就是相信家己相信队友全力甲拍落对就是莫想别人咱对所以我感觉讲这件棒球比赛互我一个足大的鼓励就是看起来大家拢感觉袂赢毋过你认真去拍你就是会赢无拍袂赢你要先拍落才会知所以上基本的要赢的上基本是啥要有决心爱相信家己才会得这件代志对好啦就是安尼啦大家做伙拍拼啦好无真的叫我感觉其实
人讲为什么要用台湾？啊，台湾就是国际上大家拢知影台湾，啥知影你 Republic of China。系啊，对啊，我感觉好啊，你中文名要用中华民国无问题啊，啊，毋过英文会当用台湾，这无什么啊。其实中文嘛毋免用了，甲中华民国啊。啊，就有的人佫想要摸这中华民国嘛，啊，就互伊去摸，啊，英文就用台湾啊，啊，像我的囡仔的中文名甲伊的英文名嘛无关系啊，对无？我感觉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小知识啦。嘿，就是你若为国外寄批要寄倒去台湾啊，你面顶若是最后写台湾，会寄去台湾；啊，毋过你若写 Republic of China， 会寄去中国。对，啊，你的批会失踪差不多3个月之久。吼，所以安尼恁就知影吧？国际上大概是捌。再来是认啥物？台湾，认台湾嘛，对啊，认台湾的啊，真的啊，对嘛，嘿，好啦，嘿啦，好，安尼差不多，感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再会。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买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